你有冇聽過一單價值幾億美金嘅 pizza 故仔呢？上集我哋比較過 Q 幣同比特幣嘅分別，最柯嘴嘅係一粒 Bitcoin 竟然值成6萬幾美金咯。不過將時間軸再拉返去10幾年前 ，Bitcoin 啱啱出嗰陣，真係連烏蠅都唔會嬲㗎。今日同大家講單真人真事啊，就係用1萬粒 Bitcoin 嚟買 pizza 嘅傳說。話說喺2010年5月18號中午12點35分，有個網名叫 Laszlo 嘅麻甩佬喺 Bitcoin 論壇度開咗個 post 求救，內容大概就係我超鍾意食 pizza，想用1萬粒 Bitcoin 嚟換2盒 pizza，外賣要送到去我屋企門口㗎，喺超市買抑或係自己焗都得。等到下晝6點幾，即係開咗個 post 6個鐘之後，先有個網友覆佢問佢地址，點知 Laszlo 回咗佢之後，條友就潛晒水冇再蒲過頭。之後嗰3日個 post 得個睇字，得班花生有留言笑佢戇居，搞到 Laszlo 要再開 post 嚟問，係咪真係冇人肯幫手買 pizza， 定係我出價太低啊？等到第4日，嚟到5月22號夜晚7點17分，Laszlo 終於再開 post 話交易成功，內容係咁，報告，我用1萬粒 Bitcoin 買到 pizza 啦。呢單當年睇落普通嘅交易，用今日 Bitcoin 市價6萬幾美金一粒嚟計，話佢係史上最貴嘅外賣，真係冇得輸啊！你哋可能會問，點解當年冇人肯收 Bitcoin？ 而家我哋用銀行過數、微信支付寶咁方便，用 Bitcoin 俾錢應該仲簡單啦。呢度就要講下 Bitcoin 轉賬嘅操作啦，其實比大家諗嘅要複雜啲㗎。平時我哋轉賬好簡單，就係銀行戶口對戶口， Bitcoin 就係地址對地址，嗰串地址就係一堆好似亂碼咁嘅字母同數字嚟。仲有收 Bitcoin 係要搞個 Bitcoin 錢包，或者喺交易所度開戶，先會有自己嘅專屬地址㗎。但係 Bitcoin 轉賬冇固定嘅第三方嚟做確認，而係點對點直接交易。每單交易會先向附近嘅節點做廣播，再1傳10，10傳8咁直至傳到成個網絡。想轉賬就要手動輸入自己嘅地址、對方嘅地址、金額同埋手續費，確認之後，交易嘅資料就會派俾全網嘅街坊。班礦工佬就會每10分鐘將未記賬嘅交易打包入落區塊，完成確認之後先算係真正過咗數㗎。咁手續費又點計先？ Bitcoin 係按字節數嚟收費嘅，普通交易大約有250個字節，手續費照計就係0.001至0.0015粒 Bitcoin。比起銀行跨境轉賬要收成5%嘅手續費，再加埋電匯費，真係抵到爛啦。不過要記住，呢啲手續費其實係俾班礦工嘅打上嚟，因為佢哋落力維護緊成個網絡㗎。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呻，哇，又要裝錢包，又要記住串咁鬼長嘅地址，難怪當年叫人收 Bitcoin 嚟換 pizza 咁鬼艱難啦。不過俗語話齋，萬事起頭難，新科技要普及係需要時間㗎。而家已經有班人搞緊更 user-friendly 嘅支付工具啦，相信將來用 Bitcoin 嚟買嘢，仲會方便過八達通添。最後講返2位主角嘅近況啦。當年豪擲萬粒 Bitcoin 嘅 Laszlo， 而家仲喺佛羅里達州度做緊 IT 佬。2018年受訪嗰時佢話，而家睇返可能好蠢，但係當時個環境好唔同，邊會估到佢依家會升到咁癲？但我都係冇後悔過。至於收咗1萬粒 Bitcoin 嘅 Jeremy， 佢話當年當25蚊美金咁投資，試過最多手揸成4萬粒，後來就用咗嚟去旅行，使咗幾百蚊美金。而家佢由普通打工仔變成加密貨幣嘅發燒友，而且仲玩得好開心添。呢單 pizza 交易唔單止成為咗 Bitcoin 史上第一單實物交易，每年嘅5月22號仲被定為 Bitcoin Pizza 日。2位主角就係咁名留青史，真係估佢哋唔到咯。相信你而家對 Bitcoin 轉賬嘅機制有更深嘅認識啦，有興趣不妨開返個錢包試下，話唔定第時望返轉頭，今日就係你投身加密世界嘅歷史時刻嚟㗎。做返個總結先，呢單天價 pizza 交易唔單止見證住加密貨幣瘋狂升值嘅時刻，更加係科技發展路上重要嘅里程碑嚟。由最初無人問津，去到而家街知巷聞，Bitcoin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有時戇居居嘅嘗試，分分鐘會成為改寫歷史嘅關鍵㗎。第日用八達通都薄餅嗰陣，不妨諗下，話唔定第日你手頭上嘅電子貨幣都會變身成為下一個傳奇呢。